中区骑楼下，陌生人来饮茶，客家老板奉茶解渴，喝茶的人有领会与感恩。你每天都来啊？没有，我就是喝茶那个提身体。他说他很感恩，然后甚至杯子他拿来喝，我跟他说杯子怕有一些灰尘不好哦。对。那我这里有杯子，他说他不在乎，因为这个东西他觉得说他是能够喝到这种茶很好了。施与受透过一杯茶水人情交流，客家奉茶传统被珍贵保留，而林桂松很珍惜以茶会友。我来请你喝一个昨天晚上的茶，然后就是隔夜茶。隔夜茶可以喝吗？有样吗？有样，我骗你。我说隔夜茶可以喝吗？真的吗？老板说真的，真的。很奇妙，隔夜茶闻来竟有一种果香，入喉依旧甘甜生津，茶汤出水，还有一颗颗晶莹茶珠。原来巧妙来自林桂松自创的高密度烘焙法，不同茶叶依茶性、烘焙温度、时间调出最和谐的黄金比例。喝茶是很快乐的事情，不要有压力，那这样子的茶对你来讲有帮助。一整本制茶的研究成果不吝于倾囊相授，有同业因此称这里为茶叶诊所，称它为茶叶医师。你如果想买到一个好茶，第一，你的量放多一点；第二，温度沸腾；第三，时间泡久一点。如果温苦不涩，那你就给他买。这个很严格哦。怀抱传统却也不断创新，林桂松专注的研究茶叶厚植实力，悠游茶海。累积实力，打破既有的限制。林老板的茶世界做到了很多大家以为的不可能。他希望让品茶者能够品出欢喜心，还有探索发现的乐趣。有样么？有样莫拼。有样么？有样莫拼。